苦练耐力基本功，即使曾经拿到金钟奖最佳男主角的肯定，吴正迪回到戏曲学院，和同学们没什么不同。因为我学武丑的，下来一定要没有声音，因为我们这个角色通常就是做小偷啊、小人物啊，所以你要很轻巧。有个外号叫鼓上早，就好像那个跳蚤跳到那个鼓上一样，一点声音都不能这样。无论生旦丑，为了角色该怎么磨怎么练，一点一滴全部能打马虎眼。学校老师要求按部就班，吴正迪的演出经验也证明，苦出来的身段总会派上用场。大家会觉得翻滚这类在电视剧用不到，可是其实我在前一部戏就用到了。前一部戏是啦啦队，结果我觉得很有用。当然，过程中伴随的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，每天14个小时的训练分量，与更多的艰辛和彷徨。有时候学一学有点不想读了，打打闹闹啊，苦中作乐嘛，这是戏曲生必经历的过程。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来看过，但是你学习一个传统的东西，或者学习一个新的事物，总是要吃一点苦头。在老师眼中，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资源已经比复兴剧校时期好太多。客家戏学系作为台湾唯一栽培传统客家戏曲人才的摇篮，希望学生们能传承使命感。所以大家这样苦练，梦想是什么？当角儿。哦，当角儿，不要放弃理想。好，不提理想，听错不会成功。不要放弃理想，一定会成功。怀抱着在台上发光发热的梦，孩子们要忍，要锻炼，也唯有坚持，才有机会成功。好，不提理想，听错不会成功。好，不提理想，听错不会成功。